家健康，那世界嚟好好而空嚟躺，一天得到上帝嘅福。一約翰5書第11節，咁樣講出家啲，呢就係一個見證，上帝嚟祝福了切家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呢就係本每人要在耶穌基督裡面表示嚟講，係每人相信耶穌基督上帝嘅恩典，本了切家。永遠嘅生命，但係呢，因為是個人類按多錯、按多罪惡嘅方面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是個嘅錯，是個嘅罪，本耶穌基督擔hết是個變，唔係得到呢滅亡嘅路，得到永遠生命嘅路，所以佢講呢個生命嘅路，上帝降下了本切家，上帝祝福了本切家，係每人相信呢個。anak ช่วย講耶穌基督就得到呢個永遠嘅生命。約翰書5:12節樣講到，係咪人有耶穌基督佢得到永久嘅生，係咪人冇耶穌基督佢得唔到呢個永遠嘅生命？那所以呢，呢上帝做了本是個千萬人類得，係咪人有謙卑嘅心嚟信任耶穌基督係呢上帝，耶穌基督係呢個救主。切家出得到呢永遠嘅生命，為難咯，說分歸上帝做出本天下世間人得，阿三一個心中的相信，一個口裏信任，耶穌基督係呢上帝，耶穌基督係呢個救主，你就得到呢永遠嘅生命，因為到上帝做了嘅最大嘅恩典，本天下人類得，也就係要謙卑嘅心，萬人嘅相信，就得到挨禱告，本隆重人。要入行呢個頭，要謙卑嘅心嚟相信耶穌基督係呢個救主，嚟接受耶穌基督係呢個救主，及呢個上帝，你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世間你得到一個恩典，你係離開咗世間，得到一最大嘅福，能夠賺到天阿爸嘅權下，享一嘅福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